台灣也有不少半導體公司佇咧日本興本設廠，台積電是已經確認所有人員攏總平安，也已經檢查建築物是安全的，生產線會漸漸恢復運作。經濟部也已經有關心這當地台商研發台達電有菌東京機車這個公司人員攏是平安的，營運暫時無受影響。興本大地動嘛考驗台廠半導體供應鏈的韌性。回顧2021年年底，增援台鋼的大廠台積電宣布去到興本設廠了後，帶動台廠去到日本的風潮。若這屆規模7個地動，台積電講，佇日本興本的 JASM 增援廠取得上大的進度是5，目前廠區內底所有的人員攏平安。地動過了後 ，JASM 廠區嘛完成建築物的損害檢查，確認結構安全無問題了後，會豆豆來復工。不過外界嘛煩惱停工對產能造成的衝擊。不要忘掉，熊本一廠最主要的一個客戶就是日本的 Sony 的廠房，它受損的程度將會影響到台積電熊本一廠下半年的產能利用率，因為兩邊的一個產線其實是彼此的作業是彼此相連的，導致產能利用率偏低。那麼其實極有可能會讓熊本一廠從原本的獲利又回到虧損的一個狀況，這個是不能不注意的一件事情。專家講，台積電在興本一廠的產能差不多200多個機台，經過校正檢測了後，才會當復工，背後的時間差不多1-2禮拜。若地動迄當陣推估影響的範圍，差不多是4萬片12寸晶圓的損失，以22、28奈米，抑個12、16奈米為主。客戶包括車用，抑個工業控制市場，雖然會當用保險來理賠，毋過對迄類的影響嘛是愛個觀察。因為半導體廠影響會比較大，像它有那個石英爐管哦，那個有時候很容易被震破，那個應該都很小，因為一般的工廠地震除非房屋毀壞。其他台廠的部分，經濟部發聲明表示，福岡經濟組初步去問了後，包括研發台達電、友菌、東京機車等等的台廠，攏回復講人員是平安的，廠區的營運暫時無受影響。另外，半導體製程內底的消磨品之一的石英爐管的供應商中原，嘛講機械團隊第一時間確認，佇咧倉庫內底的爐管石英狀況攏真好。若再生的晶圓，抑個特殊化學品嘛攏無歹去，會當隨時配合客戶的需求，啟動緊急出貨，抑個補給調度。記者綜合報道。